今日新闻头起先，就赶紧带观众朋友来关心风台上新的消息。气象署今日早起8点半是已经发布海上警报，预计稍等的暗时8点半就发布陆上的警报。目前的预告，这风台是沿台湾海峡就北，礼拜到拜一的顶半天影响咱上介大，尤其是这平湖、中南部、台东、花莲的雨拢会真大阵。轻度风台丹那斯透早2点形成，气象署早起8点半发布海上风台警报，警戒区域包含东沙岛海面、巴士港台湾海峡。拜六已经较慢，暗头啊，伫高南区西南西风大约360公里所在，向北北东转东北沙顶东。气象署讲，礼拜一的速度会较紧一点嘛。礼拜到拜一顶半天对台湾的影响是上界明显的。我们很有可能会在今天晚上8点半发布陆上台风警报。也许这个台风它并不会中心直接登陆台湾，但是在台风外围包括暴风半径带来的强风跟豪雨，还是会对台湾造成非常大的影响。气象署提醒，丹那斯正伫增强，南部、东南部、恒春半岛也有平湖沿海有长影，并且慢慢往北发生，海面的风影也增强。转有测路径是沿台湾海峡上北，无排除更加挖近台湾，影响上大的所在是中南部。花莲台东啊平湖爱风强风大雨。花东跟南部地区，还有包括澎湖，在明天随着台风接近之后，整体的降雨会逐渐的明显起来。澎湖地区由于台风非常的接近，所以带来的风势呢，也会是相当强劲的。风台要来啊，海陆交通会受影响。立营甲华信航空宣布，礼拜国内航线是规工取消，也若小三通，拜六通往厦门单向停开。礼拜金门来回厦门，也有泉州航线是规工拢停开。台风的关系，所以影响。行政院长杜英台到中部地区，我中岛市到云林大比，视察烟潭大排整体治理。下晡到中华分园看鸟路区爆花河道改善工程，呼吁全民做好防范风台准备。那么中央的在海应变中心2级已经开设，有任何的需要调度资源联络，那么请县府能够及时的来反映这里的需求。风台要来啊！气象署对南投云林嘉义发布大水雨特报，大雨特报范围也扩大。气象署有告丹那市中心会伫礼拜深夜到拜一透早通过平湖附近，并且讲就算中心无定流，对台湾影响依然真大，呼吁莫去山区、海边甲湖边活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